嚟到第8條呢度 Part A 咧，就想叫你 complete 翻以下呢兩個 table。咁對於第一條 equation 咧，就為 2x 減 3y 加6等於0。而如果 x 係等於0嘅時候，咁我哋 y 嘅數值咧就會得到係2。咁意思咧就即係話，如果對於呢一條線嚟講，喺幅圖上邊佢就會穿過0、2呢一點，咁啊就先喺上邊 mark 翻低啦。咁同一時間咧，如果 y 係0嘅時候，咁我哋亦都會計得翻咧。x 嘅數值就會等同於-3，咁所以對於呢條線嚟講咧，佢就會穿過-3、0呢一點。咁同咧就要知道以下呢個 linear equation 咧，其實就係代表緊一條直線㗎。咁所以我哋就會畫得翻以下呢條直線出嚟，做翻個 label 就會 2x 減 3y 加6就會等同於0。咁對於第二條線嚟講 x 減 2y 等於-5，咁就先將 y 咧就代做0。如果 y 係0嘅話 ，x 嘅數值就會等同於-5，咁就會穿過呢個-50嘅呢一點啦。咁同一時間，如果 y 係等於1嘅時候咧 ，x 嘅數值就會計得到係-3，咁所以佢就會穿過-31呢一點。同樣地拉翻條直線出嚟，做翻個 label，x 減 2y 就會等同於-5。咁之後去到 part B 咧，就想 solve 翻以下呢一條嘅 simultaneous equation graphically。好啦，咁首先我哋就先 mark 翻低呢一 set 咧，我哋就會有第一條線啦，即係第一個 table 得出嚟粉紅色嘅嗰條線，然之後亦都會有 x 減 2y 就等同於-5，亦即係淺綠色嗰條線。咁同咧就要明白乜嘢叫做 graphically 啊，咁我哋就利用幅圖去幫助我哋去揾翻個答案出嚟。咁同一時間呢一個引號喺 simultaneous equation 當中呢個引號嘅意思係咩咧？就係代表and 嘅意思。咁如果我哋想 solve 翻佢 graphically 咧，其實睇翻幅圖就會係睇緊呢個 intersection 嘅位置。咁同咧亦都要 mark 翻低啦。我哋 simultaneous equation graphically 嘅話咧，就即係睇緊佢哋嘅 intersection，亦即係相交點。咁喺幅圖上邊咧，亦即係我哋而家 mark 低黑色嗰一點啊。咁我哋會見得到呢一點嘅 coordinates 咧，佢又 satisfy 2x 減 3y 加6等於0。同一時間亦都 satisfy x 減 2y 等於-5㗎，咁所以我哋亦都可以答翻 refer to the graph。咁我哋今次 x 嘅數值咧就會係等同於3，以及 y 嘅數值咧就會係等同於4啊。咁當然，如果呢條題目同學用一個 substitution 或者 elimination 計出嚟咧，都會攞到同樣嘅答案。咁但係佢今次嘅要求咧就係 graphically，咁所以同咧就一定係要用到幅圖㗎。OK。